被逼當傀儡，誰是弱者想作對？誰在夜深的角落裏可忘記恐懼？誰現實中不氣餒？誰人夢想卻已粉碎？誰在預先精心佈局裏，不知道謊言已被愛默許？是非的演變過程，故事發掘下去，可有一個理由作罪？是放下是躊躇，有沒有真理絕對？可能一世奮力去追。無休止爭鬥旅程，往事逐漸逝去，可會感到流年似水？一雙眼遠離焦距，一個鏡頭在這背後總會帶疑慮，而真相要問誰？在光輝過去，誰留下一些證據？誰在歷史中的記錄裏，將所有黑白而肆意摘取？是非的演變過程，故事發掘下去，可有一個理由作罪？是放下是躊躇，有沒有真理絕對？可能一世奮力去追。無休止爭鬥旅程，往事逐漸逝去，可會感到流年似水？一雙眼遠離焦距，一個鏡頭在這背後總會帶疑慮。求知的結果判斷每樣事情，信念若被踏碎，怎去指控某人有罪？是放下是躊躇，有沒